英国互人笑讲是伫咧关网仔的新德关怀山民俗文物馆，今年的维护经费就要开上100万。经过乡公所甲县政府的规划，即马重新开幕，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。好听的乐曲，有古早的电影海报甲布袋戏台，经过改造的怀山民俗文物馆，目前1楼规划做餐厅使用。2楼的部分是展出传统做餐机具，参社区总体营造的成果。在地人对这的未来是充满期待。过去、现在甚至未来，那也把我们盘点跟整理这在地的一些跟地方创生相关的产业。返乡青年跟我们社区的伙伴的一些成果，都在这边做展示。文物馆在1996年完工，外形是客家土楼建筑，过去业者经营不善，关店了后，拍荒真久。长期以来，行政院工程委员会甲来做档案馆要求改善。希望这个场馆的活化，能够也帮我们政府单位节省一些公帑，就是我们整理馆场的这个经费可以省下来。我们也是期盼我们不要用很高的租金，让这个业者呢能够承租继续经营下去，永续的经营，这是我们最希望的。未来文物馆是交由经营业者维护，除了乡公所会使欠省上100万的预算。5万文物馆会使个挖起来。记者对君和新竹报道。